中國紅酒喺呢幾年咧發展得非常之好，無論喺質量方面或者喺宣傳推廣方面都有好大嘅進步，咁亦都受到廣大市民嘅認識。咁我相信未來中國嘅葡萄酒咧將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亦都可以藉住香港呢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咧，幫助中國葡萄酒咧係走出世界。近年嚟咧，我哋中國嘅葡萄酒喺世界嗰度咧，已經咧越嚟越咧得到一個肯定。咁大家無論對我哋嘅品質啊、味道啊、價錢方面咧，亦都係覺得係非常之好啊！咁已經唔係話再係以前嗰種被美西方國家壟斷整個葡萄酒業務嘅一個情況。自己親身都去過唔少內地嘅釀酒嘅地方，去過寧夏啦，另外喺呢個山西啦，亦都去過一啲酒莊度去參觀。其實都見到近年來內地酒莊個水平咧係非常之突出嘅，有啲亦都甚至係超越一啲海外嘅老牌嘅地方。咁但係當然啦，我諗內地嘅紅酒品牌咧希望都可以佢哋經過香港透過香港嘅呢個樞紐咧，可以再俾多啲海外嘅地方去認識。